里面，要学生引导学生欣赏，欣赏以后就挂在教室，挂1个月、半个月再取消，再换衣服，1个月再换衣服。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想法我们的每一个中国人背住了我们老祖宗100幅名画，他的欣赏水平、欣赏美的能力大大提升。他来画画的时候完全不同。见多识广嘛，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看得多了，他就想法都不同了，是吧？所以经典名画，我在6年前我专门做了一个 VCD， 把100幅名画弄好，谁做的，还配了音乐解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学校就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我们还是执行的效果非常好。这是告诉大家第3大内容。第4大内容，经典美术。经典美术，美术呢，我觉得也做2件事情。第一，要把中国历代的优秀书法作品在学校里面展示。王羲之的这个等等，这些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在学校里要学一部分，要作为布置校园的一个内容。还要学生欣赏，也可以搞100幅经典书法作品，要学生欣赏。这是第一。第二，我现在提倡从小学2年级开书法课。为什么1年级不开呢？1年级他那个自控能力太差了，是吧？把墨放在桌上，一下就倒掉了，一下倒掉了。我们的明天去看我们的益阳的印在学校的，哎呀，我伤透脑筋，我这边一去看教室全部是乌黑的，就是小学，其他的班级基本上不倒墨水，是吧？所以我是主张从小学2年级，国家教育部规定是小学3年级都可以2年级、3年级开始写毛笔字。毛笔字我讲练毛笔字5大好处，我就不讲了，大家再说。第5，经典武术。经典武术我就太极、拳、刀、剑、棍，我认为都要教。最低的要教太极和武术，拳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中小学教那个体育课，教那个广播操，毕业以后哪个做？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半点用处都没有，是吧？那个太极，你看终身有武术，你看长大了，随你在哪个岗位都用，就自己做家务都有用，是吧？你又灵活，力气又大，那你看做家务都不得。所以你去看我那个小学，学生个个能文能武，我叫做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怎么文武双全是吧？我们中国人个个身体很健康，有身稳绝技功夫，我们走到各个国家，人家不敢碰我们了，他碰一下去3名媛就倒掉了，是吧？所以这个民族这么累要强健，这个是我们也不欺负他来碰我的了，碰我他自己倒的。我们中国有学经典，所以我们的孔圣人仁爱是吧？我又把他扶起来，对不起你碰了我，对不起，你摔倒了，我把你扶起来。我就想达到这样一种目标，好吧？5大经典记住了没有好。第二，经典诵读的主要模式，怎么来读？安排什么时间读？到底读多少时间？我来介绍这样几种方式。这些都是我指导以200所学校的一些方法，
一些模式。第一，每周背诵一句经典，每周只背一句，全校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一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一个礼拜就是背这一句，效果也很好。我们湖南省朱镕基读书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了，你就知道湖南省第一中，而不是哪个县市的，湖南省第一中，每周一句经典。他的高中毕业生95%考重点大学，记住吗？95%考重点大学，只有个把2个人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知道他学校的质量有多高了。一周只背一句经典。第二种模式，每天早读课诵读20到30分钟。每天，我这里都是讲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是讲你这个私塾了。现在的我等一下会讲到私塾的，是吧？每天早读课诵读经典20到30分钟，一天只要读20分钟就要的。第三种，每天下午上课前诵读经典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都可以。他上午上课嘛，下午就有2节课上课嘛，上课前读20分钟，读半个小时也可以。第四种，有些读技术的学校，每天晚上上自习前读半个小时，20分钟都可以，是吧？看我们安排什么时间，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要保证。第5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八音路小学，这个是我做的一个实验学校。八音路小学在03年开始，03年，今年9年快10年了。这个八音路小学呢，我就要他每一周开1节课，每周就是1节课，看效果怎么样，是吧？你昨天听到八音路小学的吗？他原来这个只有2-3亩地，一个小小的学校，政府要关掉的。结果我去把他指导读经典现在变成小学语文教学全长沙市的先进单位，小学语文教学第1名，每周只读了1节课，9年变成第1，你看好不好？是吧？你去看学生的普通话，学生写的文章，是吧？学生的礼仪，现在我加了一个，要他们加了一个礼仪教育，你看到吗？他们开笔礼、晨统礼做得很好，家长高兴的不得了。开笔礼就是话语，晨统礼就是教化，就是话语教育。他只要每个学生参加个晨统礼，学生是终身难忘。所以我现在正在整理这样一个课程准备在8月份、7、8月份举办中华6大礼仪骨干教师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哪6大礼呢？开笔礼，现在我把它改成我沈老师、沈教授我们商量开成进学礼，开始进学校了，也叫做进学礼，也开笔礼都可以晨统礼12岁，我们最近搞了几次学生感动得不得了，家长个个热泪盈眶。这就是教化，不要你就至于20分钟，他的思想品德完全变了，是吧？第3个礼成人礼，第4个礼生日礼。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日中小学生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小朋友生日花那么多钱，有效果吗？害了小朋友。生日礼我们国家老祖宗有3礼之学大家知道3礼之学是什么？没有。我在6年级就开始讲3礼之学与中华文明。3礼：周礼、义礼、
《礼记》叫做三礼之学，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有专门讲理的3部著作，一部著作都没有。我们老祖宗有3部专门讲理的三礼之学与中华文明啊！我是要求每个大学生都应该读，每个中国人都要读，是吧？但是我们把它整理，你看《礼记》《周礼》《礼记》《易礼》太难读了，所以我们正在整理，把最精华的整理出来，是吧？然后再来培训老师，老师再来做，是吧？生日礼，还有一个什么礼啊？拜师礼。我们拜师礼失权了，说为什么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他没拜过老师，他从心里还没认同老师是他的师傅，所以我讲要举行拜师礼。拜师礼我现在在长沙古镇靖港专门设计个拜师堂，拜师要有个环境的，是吧？不能够封建过去那么太繁琐的，是吧？我们一个简单的读出高雅的，就是几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它终身难忘。举行拜师礼，还有一个礼，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搞，叫做结婚礼、婚礼、结婚礼。就是结婚你看搞的是，哎呀，我是1年起码参加好多次这个婚礼，我别再看别想，那越搞越别味了。那个新郎新娘根本没受到半点教育，是吧？都是我们这些老师校长没水平，我们搞文化的人没水平，所以我就现在正在整理6大礼仪的教育，专门培训，全国培训我们和台湾、香港全华侨联合起来，我们把台湾好的经验学习，好不好？一进行这个婚礼，2个人换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是吧？真正他就知道有担当精神，知道2个人怎么爱慕，怎么尊敬，怎么信任。现在他那几个动作那是水平太差了，没有半点文化。我讲第5经典诵读列入校本课程。第6，每天诵读经典1到2节课，这就是我的指导的云山书院。这一次呢非常可惜没安排去，是吧？一个时间来不及，另一个呢他那里在修一个路修个桥呢，有一段路不好进去路没完全修好，就是150年的书院，出了76位名人，考黄埔军校52位，破烂不堪。我找了几个弟子花了500-600万把它装修出来现在那个学校学生还只有3年，我去接手只有1到3年级，小学1到3年级只有43个学生，杂草丛生。我现在3年学生已经超过300人，报名的超过800人，是吧？只能容纳200多学生，所以现在就是这2天，你看天天这个催我要我去要举行开工典礼，要修2栋宿舍，我就安排大概11号13号就动工，动工马上修2栋楼，大概容纳400人，住宿能够住下来，都是带卫生间的，都非常漂亮的，那样的书院学经典好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我招的学生是整个市周围学校，包括那个镇13所小学，倒数第1，这个成绩倒数第1。我开始招的都是各个学校不要的、开除的、不要的，都到我这个学校来了。来了以后，1年数学第1名，语文、英语一个第2名，一个第5名，
2年3个第一。你看近代教育的好处，是吧？现在我们还马上要明年开办初中，从小学1年级到初中。我下半年在静冈古镇办这个小学，那我每一天就是要读3到4节课。从幼儿园，我是静冈古镇这里设计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教师师资培训，是吧？一定要把它做一个系列的，是吧？来研究，来探索。所以我们有3到4节课的，有7到8节课的。有些朋友就提出来，刘院长7到8节课，那国家的课程都没学了。我们在有些学校做实验，小学1到3年级不教数学，不学数学，4年级在学，4年级、5年级、6年级3个年级，把小学的数学全部学完，数学个个都是98分以上。可以我们教育大胆改革，是吧？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很聪明啦，你那个1年级还在说1+1等于2，1+2+1等于3，浪费儿童的生命，是吧？